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谢谢副经理、各位讲师、各位助理、领导、副领导、老主任在，各位先生在座，大家早安。讲师早安。我非常欢喜有这个机会在咱中央的平台，甲咱随前人在平台做一个互相结合。我呢是初处学讲经典，讲了无好是正常的。那么今日当来这结合，无非就是感谢上天良好的慈悲，咱做事的方式始终是我用老在人的改变，咱不老真人我在牺牲，这是负责的体系，咱各位点样书的知识，跟住咱各位真人的不体验，有这个机会。那么现在咱就来进行这个问题，叫做道德经的实验中，这个实验中。无人讲要命中啦，其实实验甲要命拢同款，伊就是要讲叫做传承要命。伊简单伊的重点就讲，要实验就是传承，要命就是发起，就是要传承发起，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实验就是演习着诸佛传伊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我应该是叫讲不是我自己哦，是先行所图，连正悟大成的作为，但是就讲不是伊家己创造的，是先行所图。先行为什么要传这个巧妙的？因为未来的世界是第二课，若无传巧妙发条落来，无几口才有在着修行正果。因为是第二课，你以为课到什么程度啊？真正若是相当有经济、相当有地位的，记载袂掉。你已经你学者啦，包括国术级的哦，拢是清楚讲的哦，拢有凭有据、经有据的哦。甲你讲哦，食素食是违背教义的，食素食是违背戒律。伊是甲你有凭有据甲你讲。而且伊甲你讲哦。世界上根本都无释迦牟尼这个人，嘛无老祖这个人，而且菩萨就是做什么做的人，拢有偏有甲你讲哦。但是，若有智慧人随听随看的时候，有问题。比如讲，释迦牟尼为了教佛教，伫印度是连甲行一字都无呢，连甲行一个修行人都无，连甲离地，从那骆驼三寸拢总鼓起来哦。含一个问题啊，所以人咧德国的一个历史博士，迄拢嘛是凊彩讲，咧去研究讲到底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伊安尼研究到尾啊，伊的论文发表出来讲，无这个人，你拢袂死，无这个人。真正你找无伊的根据无，但是伊的根据就是讲，伊规个印度拢考察过，就是含一点点啊老下文家的。迄个现象都有，加在哦，那是好你加在一个考古学家去遐挖物件，去挖着阿育王，挖着伊的宫殿，伊的寝宫内底，阿育王伫内底刻物件，伊的册，伊有记载着讲释迦牟尼佛的生日，甲伊皈依释迦牟尼佛的日子，那是好你加在的，有叫考古学家挖着这个物件。甲家己这篇论文推掉呢，若无的话，你这论文拿出来，你真正找无瑕疵啊，找无瑕疵，真正是找无瑕疵，你会当做真正世界上无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所以佛经内底有记载啊，你讲当无法教会的时阵，第一部灭掉经是啥物？楞严经，因为楞严经是照妖经，你有咧修无咧修，楞严经随照实在。所以大家修行人足惊这部楞严经，为什么真修假修随佛实在？所以第一灭掉就灭楞严经，灭金刚经，灭圆觉经，灭法华经，上尾啊灭的就是阿弥陀经。这
这拢总有经拢有记载。啊，所以讲，若当甲未甲金刚经、未甲法华经的时候，摸出来就结经、成经，啥物经拢总袂掉，所以就变做无物件。所以圣灵遐赶紧传神要妙落来，伊无传神要妙落来，死到就袂掉，无天堂死无，咱是讲靠可怜，靠可怜，袂无可怜啊！你看迄金正恩哦，金正恩伊个有北行，北行你只要若看到这经哦，掠着只要掠去神路头，当场当场庆杀。你若看迄个圣经啊，看佛经啊，叫杀的，是掠去你神路头哦，当场庆杀，拍甲喙无是。啊，所以讲，有这个经验，未来的世界，共款有这个经验出来。哦，因为这叫做无关。所以呢，师尊才讲哦，平常的代志已经要演煞呢，啊，你毋通搁直接论演毋才能煞呢，就是一定安那赶紧展开你的智慧，赶紧好好是边讲边听，甲这个物件传承，实力就是传承了。哦，因为地位的考试是比一般财色名食所的考较，因为迄是总源头，你总源头若出问题。后壁财色名食睡，才是名死，你做无出。所以讲地位是重要。啊，这个总源头就是咱课程，咱历代圣人伊传承这个要领。若无这个要领，咱就可能遐听，遐讲到尾，全叫袂死。袂死，袂甲讲哦，我足对呢，我安尼做足对呢。为虾米？因为你找无。迄个毋对的骹会分正出，找无毋对的下正出，啊，所以你会感觉毋对是足理所当然，变做对。啊，若即个情况到，差不多吼，世界差不多是你害我，我害你；你抢我，我抢你；你害我，我害你，差不多是迄个世界。啊，当然，诸菩萨的慈悲，伊有办法着即个世界，暂时变做安尼，所以伫经论内底。你着传这个要领，所以从实灵中，伊的意思就是传承慈悲的巧，这就是这个经验。好，咱来讲这个本文，本文是讲生平。有七章，圣言有下章，圣言不用丢弃，圣必不关键而不可开，圣洁不信用而不可当，是因圣灵上圣救人，无起上圣救恩，无起恩是圣灵。无圣灵者不圣灵之师，不圣灵者圣灵之主，不为其师，不爱其主，随其待命是要命。刚刚这个文章，咱个看看，其实。我就简单做解说，咱就知影讲，足够行路的人，伊行路无分正，看无分正；啊，足够讲话的人，伊讲话无毛病；啊，足够计算的人，毋免歹算，毋免计算机；啊，足够白说的人，足够关键的人，关错，关键就是伫关错，足够关键的人，你开袂开？伊的门关在，咱开袂开。啊，足够白说的人，足够白说的，伊绑落了，你偷袂开。所以圣灵时常就用慈悲的心去救人，所以伊无放弃任何一个人。我爱用慈悲的心去救人，救人就是众生。伊才甲分人甲众生甲分开。因为人要救人的方法，另外方法，啊要救众生。物就是分动物，甲着物主的分。要救者跟原者的共分，要救人原人的共分，迄两种共分无共分。啊，所以上圣救物，所以无放弃任何一个物，所以讲叫做圣灵，就是足清楚的意思，足清楚的意思。所以圣灵者，有感冒的人，伊就是无感冒的人的老师；啊，不圣灵者，无感冒的人，就是圣。感冒的人的这个主人，
主要就是伊个照片，伊个参考，伊个参考照，都不规其书，就讲无特别尊敬你个老师，不爱基础，无爱迄个经验，基础迄个经验，反正经验。虽然总有智慧，其实是白卖的，所以爱了解，这叫做国气。简单这个介绍就是安尼，咱若知的就是准备8个，准备无别个讲4个，伊咱那个讲着还袂做好，所以咱要继续。所以讲，伊这个所在，老祖伊讲这个物件，咱会去想，敢有可能？敢有人迄个行路无分节？敢有人迄个行路无分节？敢有可能？逐个人讲，你赛车嘛有分节，你袂能去要过，袂能去要过嘛，冲，嘛无敢有分节啊？有迄个行路无分节啦，其实有行路有分节，甲无分节即有差距。但是老祖伊咧讲的物件，就是全方位的，伊啥物单词拢有讲。伊袂讲哦，我甲咱讲即项嘢，这我无断，那就毋是圣人啊，迄个逻辑是断定变定。所以老祖讲是是现象界、理想界、甲实际上、人生上，拢总有足定的即项讲。所以讲圣人无即个分界，那菩萨经典。意思就是讲，曾主讲智人咧行路，是咱唔地步咧，所以伊无踏地路。有经济在大马路啊行路，嘛无踏步骹，所以这拢是事实诶咯，这拢并无经有意在。所以这种正确诶人，比如讲列印好，比如讲无想讲，当然啦，出世啦，就是迄不管，并且过去啦。即摆人讲行安尼，行路无踏步骹，就是飘去，行路无踏步骹，所以讲善行无即些，这老祖讲安尼，咱会听意外，咱会讲安尼，实际上是有伊个原因。为虾米？因为即摆咱的 AI 系统最厉害 ，AI 系统早就已经发明出讲。咱若出唔出，唔免踏步骹。你开车咧嘛连着步骹，无磁浮列车。磁浮列车你只要出唔去，连刚才发电工话，你到的车拢总无踏步骹，所以这个负担少袂去。你步骹拢总无问题，拖沙粉啊 ，AI 就是这样。即摆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因为是 X 世代、Y 世代、Z 世代，即摆来的是 AI 世代。AI 世代早就拢发明这个，只是讲，佮语无办法，唔通发展遮紧，若发展遮紧，做侪人就无饭通食。所以讲，特别佮语无办法呢，若无的话，人工就是蠢，咱的轿车就是负担，伊地面咧飞。无分节啦，这个善言其实，善言有下者，善言有下者就讲出来，下就是毛病，惹就是人听无，讲出来话有毛病，个人听无，咱有教人有法度安尼信服啦，但是圣人伊讲的，嘛就爱你听落去，你敢会感觉伊拉听？你若听袂落去，你嘛感觉伊袂出。古早的物件摕来纪念，敢会用起来，就即个问题出来。所以讲，善言无下者 ，AI 你共款甲你处理甲无下者。从咱即摆 AI 系统，200几个国家，你敢着去学韩语、日语，什么语你拢唔去学 AI 开了，你讲啥直接完全对拢变，比释迦牟尼佛更加厉害。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3000、4000世界拢听无，这是这个意在，有种意在。但是实际上安怎咱唔知。但是这个 AI 系统讲出来话，甲你讲甲清清楚楚，拢袂出问题。袂讲你听唔对，也是讲有毛病，也是讲你讲啥我听无，袂有这个情况发生。就比方说讲一个阿伯啊，去
去病院去互医生看，看着了，着身躯穿个整齐的走去门厝倒咧困。后生就讲，爸爸，当头病时你若倒伫门厝咧困，爸讲，医生讲叫我要健康，爱倒有好势。要健康就爱倒有好势。无啦，要健康爱配合运动，毋是叫你倒有好势。讲无咧，医生就交代了，我去问讲爱倒有好势。医生讲对，倒有好势。我倒来就真正甲倒有好势，我会健康诶。结果呢，老师讲对咧，我了解诶健康知识都毋是倒伫遐咧，应该是较配合运动较对。所以呢，打电话去问医生，医生啊，我爸爸互你来看问诊过了，后一我倒伫门厝倒较好势，你是甲讲安怎啦？甲讲你要健康就要倒有好势。医生讲无啦，我无叫倒有好势，我是叫多喝水咧。我叫多喝水咧，爱甲你讲哦，倒有好势，倒有好势，倒有好势就倒有好势。我啦就是讲健康阿妹啊，健康要多喝水。爱听，这就是目标啊。第一就是讲讲话有话，第二听问题会包目标。所以这个 AI 系统无这个问题，翻到清清楚楚，无这个问题。所以讲神界不用定求，神界讲怎么计算，唔免用算，唔免未来世界，包括即马开始啊，咱若去了大卖场。你无看到头前遐咧算钱的小姐，以后会改变安尼。无看到算钱的小姐，你只要认，你要啥摕出来，看到一个人都无，摕就出来。效果直接去到领导，你去拿钱嘛免直接甲靠人的这个大卖场的账号，根本你拢无事，嘛免讲那这样叫偌济钱。我早无济钱无，我背包有早无，我信用卡有早无。我要刷卡，老总咧，惊着你哪会使？就讲这行我无来其他中高，无要紧，车厝，但反正一条甲你试下，拢总很给，这就是 AI， 你就是这样，不用以前免买生活，免去电视机，甚至用。免有甲区别啊，免直接去试下。所以讲呢，这就是咧讲，未来世界很主是开始这个问题。所以讲呢，神秘无关键是不可开。老关门呢，找无迄个关一串找无这个串色，但是你关来开袂开，包括你家己本身就开袂开，莫讲别人要开互开。包括你家己，这是咱若伫内底，就安尼要出门出去，你若面顶个借我要出门啊，必须关掉。若出去，无拄好，咱叫赶到头壳哭一个整一蕊，反正你无法度倒去厝。为什么？倒来了照落，电脑来照讲安怎？你这来加一蕊，毋开就是毋开，毋开就是毋开。所以讲，你若出门是要去剃头的，歹势，你要早一个人去剃头。为什么？你出门是跟头鬃的，处理了剃头着你这头鬃的，嘛无在调整，嘛无在调整。你甲你笑，你无做这个，伊安怎？伊甲你记的就是讲，你出门是跟头鬃的，你做底头鬃的，这就毋是主人，这毋是主人，毋是主人，你就无在调整。你对于家己后海，无法度做。所以这拢总换不出来，只是靠他讲安尼种嘛，他佮用迄个手，那个配合迄个手，迄拢毋免乖乖伫厝，迄拢免，迄个只要 ，hello， 安尼就关起来，佮查到嘛，开袂开就对啦，因为是个保护海，他无开，这就是咱老关门吼，毋免乖乖伫门口，你无在。圣洁无心就是不可改。但讲高北的人唔免提说啊，你走去到对，要甲你北过七彩高的，看你要米短门骹好，看你要米短山洞好，
直接甲你拔出，这就是什么 AI 的事。为什么？只要你有咧摕手机啊，你就走路。有人讲啊，我手机要买摕，只要你有身份证，你就走路。我身份证买摕，未来世界就是你的身躯，甲你植入晶片，因为你啊嘛，手倒不动，啊无是啥植入晶片。所以你行去到对 AI 一个扫描，这个人走去对啊，电脑开了，你走无诶，你唔会用走。即摆咱中国材料差不多就是要这个情况，所以讲咱人会，其实咧做什么代志，伊清清楚楚。因为讲你唔摕手机了，你唔用迄个通行证，哦，啊人有诶话，就是随时无改过。那无诶话就随时无改过。啊人有诶话，你走去到地方共款，伊拢控制你清清楚楚。所以讲，敢就需要甲你把唔免。直接甲你看你唔对，我甲你拔出，啊，到有法律说啊，无看意思。这个就无先见到别个人讲，唔免提说啊，但是你偷袂过，偷袂过。哦，所以讲呢，只信你上先有，所以信你知影讲未来是真正足复杂，所以该欢喜这个寄生集团，要来救人，啊，要来救人，唔卖有真心。规管甲迄个程度，那甲迄个程度救人得等，啊，无讲救人得等，危险救人得等。啊，当救人得等的时阵，就失去讲性命，为着要普渡世间的这个关怀，所以讲伊上先上准备咧救人，所以无任何一个人去放弃。包括讲你要上次就好，上次就好，伊拢做。上先救人。上这救恩就是讲迄个众生，这救恩就是众生，就是讲人以外，感觉是动物咯，是人以外，用着另外一种自卑的心去对待人以外动物，啊，跟动物以外物质，动物以外物质当然就是爱惜、珍惜，所以讲人。若有爱惜、珍惜，咱的科技袂发展啊，这起。咱若想看同数元年青蛙活动呢，拢无啥改变。美国初年开始，60年就好，免到100年。伊60年内底改变的速度比英国青蛙的速度紧几倍，唔知几倍。想袂到的几倍，啊！咱看未来的3档、5档、10档，会比怎啊更较紧，更较紧，紧几倍，想袂出来几倍。安尼世界要毁灭有紧无？愈来愈紧，真正愈来愈紧。所以圣经讲上先救恩，就讲爱惜啦，你毋通过分啦，就爱惜。先我准则一个毋通吼。迄个人生的迄个力量大到迄个程度，谈到迄个程度，奢侈到迄个程度，啊，人认为最后是每个人是较重要，伤害到的是较重要，毋是别人是你较重要。所以讲有公平，所以讲就传承这个国强，传承这个力量，传承这个巧妙的，是要希望人贪亲是爱人之意，毋是无。毋是会使，是爱人啊，尊重之意。所以，这才讲信。这讲善人者不善人之事，是在讲这个。善人的人，就是怎讲这个经验，伊当然就是啊，爱去教迄个，毋知这个经验。但是到尾啊，这个毋知这个经验啊，伊敢会听，无一定会听。为什么讲袂一定？因为大家人的意识拢复杂，大家人的看法思想拢复杂，所以要听讲圣经甲咱讲啥，就或者甲咱讲啥，无一定会接受。为什么？当下伊的处境、甲伊的语言、甲伊的事实、甲过去的人无共款，无共款的话，你当然会去接受。啊，咱做共务的人看到无共务的人。咱会感觉讲，我见人思
为什么？因为咱会想讲，伊在即个经营，甲我即个经营都无共，你袂使袂当相提并论，你家己找即个楼梯啊！伊的经营甲我都无共，伊的家庭甲我家庭都无共，伊的教育观念甲我的教育观念都无共，你袂使相提并论，会家己去找即个楼梯咯。但是圣经伊无安尼想啊，拢总共款，不管你是啥物人，拢共款。所以惊是惊伫安怎不贵其师的讲。老师咧讲啥，你袂感觉讲是正确？你啊，即卖老师咧教册，真正足歹教。咱讲我是实一个老师咧教册，尤其是尤其是教大学生哦，教国小国中，即拢总好教哦。教大学生哦，足歹教。有哪做歹教？因为大学生伊个伊个意见已经刚刚是。我所以讲咧，你上课时老师表示，上课时无几个人，我时间到哦，一个时间到了，咱一个，其中一个，其中就一个真水的网红的小姐呢，来这个来这个课程去上。迄日啊，因为是网红嘛，懂，所以大家拢咧上课时，伊也毋是讲我是好低调的人，我慢慢咪后边，我低调，我慢慢咪后边，伊毋是讲你直接对大门的咧，用着伊个美妙的姿态徛好安尼，用着美妙的姿态怎对面头前甲行啦，伊个是第一位，第二位，就甲行啦安尼，啊，搁回头大概就say hello， 啊，甲来你看迄个老师的脸。迄老师马上就啊，坐了我当时包摕个，早顿摕个开始食。哦，啊，全场的人拢咧看伊，因为是介水。啊，老师直接讲真受不了你听，全场拢咧看伊咧食物件。食物件啊，遮水啦！哦，安尼全场拢看老师咧讲真受你听。这老师的眼光啊，就随家叫名讲，哦，某人你总毋知影见笑呢？你边着，你搁对家。对啊，你搁对大门去啊！你搁毋是对后尾门啊！你搁甲我介绍第一个，你搁毋是第二尾。哦，你真正毋知影介绍不低廉比，伊叫老师讲，是啊，哦，这种就歹。伊毋是讲啊，这关键469，这什么时代啊？啊，老师讲啊，你叫我啥？叫我469啊，广播人的配合。迄叫做死老狗啦，死老狗。伊老师咧啊，原来即摆学生足歹教。我来遮我偌无用咧，我一点钟会当赚几千块呢。我来遮听你的课是尊重你，我会使用你教，为什么我无骗你？我来遮听你的课是尊重你。啊，你安尼是迄个后壁，你系无来的人呢？你毋是袂迄个我。千辛万苦，为着无爱趁钱，为着千辛万苦，为着早顿搁袂顾食，为着搁读车，为着搁从甲老官来遮听你的课，你爱感谢我的老师，你爱感谢我来听你的课，你毋是甲我骂的，你爱骂是你爱后悔，你爱无来的，你爱后悔，你是去骂遐的，老师讲，广播人讲配做先讲，对，有你赞有你。无理有对，这个不贵其师，无咧甲老师讲的话是信道，无咧信道。我即摆未来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吼，咱道德观念，咧敬天道德观念，就是一定要做。所以讲咧，无去尊重老师，当然不会其师，就袂去别人咧照顾，因为即句话讲吼，可怜的人必有可怜之处。即摆电脑来讲就即句，可怜的人必有可怜之处，看人咧歹，看人咧安怎啊？可怜的人必有可怜之处，你袂当提开做酒，你听倒是讲啊，你这个应该，你这应该。即句话意思就是安尼，你袂当提讲，啊，人哋讲我是安尼咧，啊是安怎会安尼？是因为安怎我家己变安尼咧，所以我爱注意讲哦，我袂当安尼，唔以后变安尼，我袂去想即个物件。家己应该，所以讲咧，大家即个时阵吼，
我做巧，其实还是叫做啥？我做唔看我捌做这，所以讲我就唔免去参考老师你咧讲啥，我嘛唔免去照听讲，我嘛唔免照听讲别人咧讲啥，所以变成啦，变成讲虽然我敢若做巧，但实际上是不是？这就是圣经咧讲的了。其实你看做巧，其实是做不起。咱讲的智慧这个物件，是如何无物件，毋是如何做这物件，来了解。那如何做这物件，智慧变质变智性，若变智性，就犯罪开始。智慧是如何做物件？如何物件到我做出解脱、做轻松，若如何做这物件，就如堵得、如痛苦、如难。所以，这就是大家上公务，大家就是安尼，这就是解释。所以，这个拄则我讲的，这就是咧讲，老祖伊咧讲的物件，是现象界，也是应字。所以有足侪学者看了即句讲，直接写讲安怎？现象界无即个物件，过去嘛无即个物件，迄就是看无够清楚。过去有人真正有经记载这个，无老祖来讲这个，现象界有这个，无老祖来讲这个，只是讲老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咱就去体会迄个角度。我当然这就是古早的状态甲现象界的状态，伊拢毋是重点，伊是参考，伊毋是重点，重点是在心内的物件。内心内物件，若比较静，到法度去运用外口的物件，咱袂向外口的物件去做煞来是咧讲内心的物件。来讲，老祖其实重点就是讲内心。咱伫即个所在，圣灵，大概咱来了解讲圣灵，各种人伊的圣灵，大概讲什么情况？讲儒家老义，来讲有切人，伊的英语是足错误，因为咱嘛，无想足侪，但是讲有时会想的方法唔对，想的即个角度唔对，所以错误。公正问题，公正是掠讲的人，伊的行为就是乱选择，第二好，第二好乌白人。盲将不理，盲将做无用人，伊会收分，盲中伊就会收分。比如讲，你若要讲借钱，你着找伊做无用的时阵，你无因有够无用，你讲你借我100万好无？即个人讲，我当时会用你，无因讲你莫吵，现在我甲你讲，你讲应该用啊，伊会甲你讲，好啦，我借你莫吵，我借。结果讲伊无因做时。100万的，我讲要借你，我录音票咯。你讲你莫吵，借。你其实当下伊毋知讲要借，因为你无用，你去干你，你差伊讲好啦借你，你莫吵，好啦你莫吵，这就无用，伊无用是伊事。空降怪，空降是讲要维护人，讲请君入瓮。国语讲请君入瓮，就讲要我一个古人互你骗，迄种人的行为就足奇怪。你会讲伊讲有甲伊的做，敢若像三角，讲甲做甲像敢若状态，其实都无这物件。要我古人互咱骗，迄行为讲出去，欺诈啥？那种要欺骗人，伊的行为拢偏死。拢咧想讲要安怎，去找另外一个病惨来完满这个病惨，所以头壳拢总小输下来。伊安尼去想讲，我去共欺骗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有一天会讲破，所以伊要去想别个病惨来靠这个病惨，所以讲欺诈社会，无正高骄傲的人，伊就那一意孤行，就讲。
我做我对啊，我操着你安怎？我做我对，我做我咧，我无咧考虑讲，我即只车停咧，会去影响啥物人？我即个动作做落，会去害着啥物人？你自暴骄傲，放过骄傲，啊，为正命，巧妙的人，有巧妙咧头壳的人，叫做为正，伊就命去，伊就足巧妙，代志来是安怎转西过，伊足正足在对，代志要怎转西，话要怎转西，动作要怎转西，别人即个反应应付我遮，伊安怎转西，我就足巧妙，啊，真正真自的人，逐项就是比较，逐项就是拢在为别人设想，为别人设想，这个是做啥物代志，第一念头就是为别人设想，为别人设想，啊，若为别人设想，就变怎咯？互人感觉我即个人真暖心，足自然。啊，王者威气，王者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官员的这王者，比如讲总统，威气就是伊有威严。伊若要做啥物代志，袂去批评讲，啊，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袂去批评。啊，袂讲我袂讲话，啊，讲的是足歹势，我拄则讲唔对，因为伊定的即个威严，足稳定，足固定，足稳定。袂讲不是在咧讲唔对，不是在咧做即个，啊，不是在咧做迄个无拄好的代志。这威严一定的即个尊严。威严，所以无随便讲话，无随便干，无随便讲，那叫做理者。我们理者是，理者是讲一定会做什么代志，足紧是像咧如履薄冰，我们打入水冰的顶端。总惊讲我这波打落，毋是我伤害呢。那理者毋是讲我这波打落活了，毋是，是讲我这波打落会害死偌济物件。每天讲偌济代志，拢去考虑者。所以高者呢，伊官员咧，伊就是安怎一句话落去，全部拢总爱照高者是。所以高者就是讲，人讲咧，发挥即个面，稳者为偏，稳重偏，即个稳者，伊做啥物事伊拢会知。啊！伊做诶代志，马上有消息，为虾米？伊无讲的是，所以这个天语内底上悬的叫做无偏，有做亲像无做，啊实际上有，但是啊，无规矩伫迄个做的动作，伊就是讲尊贵尊荣，所以讲这就是稳者无偏。啊，那圣人呢？圣人如何说？就是儒者、儒切人，拢总康师傅就讲的话，武平。所以讲武平，其实无实在讲，武平就是过分，讲的话过头上济，过头上济，迄武明，迄无可能的代志，上济。这个公者。讲这呢，掠讲的人，咧讲话就是安怎，拢无咧准照，也毋知影，无咧看立场，无咧看状况，无咧看时间，无咧看情绪，爱讲啥就讲啥，啊，讲出来讲就是无变一条理，啊，讲这就是无影响就是气，拄则讲凊彩讲。无一个即个准则，也是讲无一个约束。那公正的伊就编出一个真水的话，互咱相信。咱相信，叫我都跳入苦难。我说讲就编到互咱听来讲，从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安尼。而且个人无法度凊彩个咧骗几千万，甚至骗几亿。哇，编到有够水，编到有你哪想着讲？在温谈，变到你只要确定，所以讲我真侪朋友拢唔敢接电话，因为
诈骗集团是一种恐怖，只要你若接到的电话，大部分你会叫怪去。所以我有真侪朋友啊，敲电话，明明都有伫厝，我又毋敢接，为虾米？因为伊讲这是诈骗。我比如讲，就爱有伊个，阮现在有个伊个电话吐出来，哦，曾交金哦，我有伊个食。啊，你若利用别人的电话是用公用电话，毋是去讲借电话，搞一拢敢食，嘿，都有足急的代志啊，安怎卡都毋接，啊，就毋是无伫厝啊，有啊有伫厝啊，伊讲哦，来路不明的电话我拢毋敢接，因为你惊接到迄个诈骗集团。啊，听咧讲诈骗集团只要你接到，含伊讲的了，没完没了，会互你相信到啪啪啪，哦，这就是厉害的所在哦，伊会编到一套，互你相信到啪啪啪。啊，认为是那个大教师、大博士来讲骗，结果你就出事。啊，其实本身内底有怪怪的，本身内底若无怪怪，是骗问题。其实内底本身拢有怪怪，有怪怪要骗人家。啊，所以讲这样虚假、谎言，佮讲袂出；无假、喵言，喵言就是骄傲人讲话就是，你偌牛啊，我无爱你安尼，无你敢对我会着？我怎讲这个？啥物人大100个人哦，你若你偌牛，你我无爱你，我大1000个，我嘛法度藐视无话。啊，为这就比喻，什么比喻？什么互人听较会，事实听较会清楚。咱真正讲话就做文字，真正讲出来的实话，无可辩解。地将是因是跟高将的人，伫官位人，伊就袂记讲，伊个妄言就是讲我讲过，伊袂去接着讲伊个公家物件。咱本家无用，伊就是讲道就是讲哪，上天自在，无声无息，自上天自在，无声，就是讲，这个本家就是讲天地就是本家，伊咧做人嘛无，你无天地做人嘛无办法不能成长，包括咱有传无可能传，但是伊无讲叫做智，无声无息，叫做智，就是结邦叫做智，无声无息，这个，所以这段重点就是这个。啊，所以心的部分，我就解说这个心，善良无责任，所以我就是这个道家的无为，儒家的清楚，佛家的慈悲。我大概说了这种3个物件，道家、儒家、甲佛家这3种情况，甲当作来讲，比如讲无为之。无为，咱解说咱唔听到无为，就感觉足歹理解。无为就是讲无有执着的做为，叫做无为。安尼样，你无执着内底做为，叫做无为。所以无为之，为啥物讲无为之？因为无为这个物件内底有仁义礼智信5种成分，迄个是特别，这意思讲就一个波浪。一个波浪有迄方面 A、B、C、D， 包括伊哦，伊个字内底哦，包括伊，但是成分上大的是啥物？维他命 C， 这个波浪 A、B、C、D、E， 拢有成分上大的是维他命 C。无为内底仁义礼智信拢有成分上大的事情。所以讲人这个物件，简单来讲，人就爱人就爱做较无为。也叫做仁慈，啊！若仁慈做较，会互你感觉讲我有咧做，迄就毋是叫做仁慈。啊，煞了慈悲就根本毋讲。所以仁这个字就是一支长一支短，这个长甲短就是一点一字长。所以讲仁慈是爱做伫长内底，这叫做仁慈。仁慈人是做伫道内底，
安怎残酷，叫做毒害。这个人就叫做残酷毒害哦。你如讲，你讲今日要一班，我的爸爸年纪也大，妈妈也坐轮椅，我拢爱去甲掠附件。我今日来一班，就咧讲哦，啊，这老大人来遮也听无，我咱若是两手准备是讲，啊来遮坐游这也听无，足艰苦，就无带出门休困，表面上敢是生病。有啊，你做面对爸爸妈妈说说，所以你希望伊休困，莫伫遮坐啥听，较难听，较听无，我规无带出门。我开始准备哦，但是适当，你这适当准备，为啥物？你伫厝嘛是拄久较流汗，嘛是坐伫遐拄久较流汗，啊来运动嘛是坐伫遐拄久较流汗，安尼就带出拄久无流汗较好，也是咧拄久无流汗较好。要上这时阵，你是为伊设想，你这是准备，其实是咧害伊，其实是咧害伊，所以讲咱会道理内底，有道理内底。这个金主叫做金主，伊这是讲做出无为的准备哦。然后道理内底，要做这个无为的准备困难。然后就是讲，那个国病是足忝的工作。有当时啊，若无道理内底，那国的人吼，袂出来，惊国的先出来，但是安尼无，而且无道理内底。较惨的就是，人们拢做伙拖去踹，安尼是更较惨。迄就是无道理内底。啊，实际上有道理内底袂晓，伊袂晓呢，伊透过做轻车，所有的人员各部变，所以伊袂去做这个代志。那就，老爸老母咧栽培囝，拢会讲一句话讲：我是为你好呢。哦，你著对我，你著照我甲你讲安尼做，我是为你好呢。所以呢，青少年上界不会听的是这个，上界不会听的是我是你好呢。为什么？因为青少年讲，我当下就咧袂好啊，你咧为我好。我当下真就咧袂好啊，你讲你为我好，你著去读医药博士呢，我是为你好呢。我著头壳讲要跳楼啊，你叫我讲去读医药博士，你是为我好，我当下就袂好啊。但是，迄个是大人敢安尼想？你讲的清楚，我是清楚，我是自卑的，我是为你好，我甲囝安尼做，我是为你好去设想的。你实际上敢是为着家己设想，还是为囝是设想？比如讲，我你第二，我去过河伫咧等，正常的婆婆妈妈就伫咧讲，我你咧吼，毋知考对敢考会着。啊！而遐讲甲有够久安尼，到尾重点是咩？重点伊会点去，伊会点去听入去一句话了呢。我就上这个听，啊！咱讲你后生要考啥，咱考会着。重点就是要互人讲是讲，你放心啦，你后生较优秀，是敢讲呢，是敢讲呢，迄个考无问题啊。听到这句话，你爱学了，你爱学。敢是讲真正足在意讲因后生要考啥，敢考会？是咱是在意人家学了，啊，这认真，婆婆妈妈讲，啊，你啥物人先考英文，然后啥物人讲先主任安尼，好，我今日袂知敢有法度先在做小长安尼。我哪咧讲这？哦，我讲到尾嘛，是要有影是不讲哦，啊，你咧博士毕业的无问题啦，这个讲就对。咩人讲你是博士？哦，所以讲，这个金主敢是叫这个金主，这是义务的，这不是义务。所以讲呢，金主是咱道理的，所以这个义务较少。我唔明白，是咧害人呢，是咧害人，所以自卑同事，这暂时搁叫我讲，自卑的意思是讲。我是用自信看伊的自信，自这两字内底有两个连贯，这个字内底有两个连贯，就是我用我的自信去无我你的自信，我看是你的自信，毋是你的义务。所以别人对我安怎无好安怎，
迄是幸福，迄是幸福。你家拢中无一我的自信，因为我的自信是咧看你的自信，毋是咧看你的幸福，这叫做自。啊，若是讲我的自信看你的幸福，主袂乐意啊，因为歹茶也是走太济，歹人报道太济，所以主无所以主你就是啥？你就是主我的自信去看众生的自信，主我的佛去看众生的佛，大家拢总是佛，所以讲有分别。啊，比就是毋是普通人的心，毋是凡夫的心，所以叫自悲菩萨。啊，啥物人是自悲？无为的菩萨，无为菩萨是自悲。为什么？因为菩萨时时刻刻就是咧动愿众生，动愿众生菩萨咧食饭，嘛是咧说哇，众生，我希望众生会当亲像我咧食好的饭。菩萨咧开车，伊嘛希望讲，我拢希望众生大家拢有当亲像我开一只迄落目屎仔滴的车，目屎仔滴，目屎仔滴的车。规个目屎仔滴的车，一般拢行路拢安尼。啊，但是呢，菩萨毋是哦，伊咧开目屎仔滴的车，就讲，我足希望众生大家拢有当亲像我咧开这只好的车。我住足好的厝，我嘛希望众生大家拢会当亲像我住遮好的厝。所以菩萨会叫，伊是讲时时刻刻动愿众生，我愿意众生安怎，愿意众生安怎，然后甲动为众生，我为众生做啥，我为众生做啥，毋是我甲众生顶起啥，毋是，是我都甲众生服务啥，做啥，了愿啥，牺牲啥，是这样。所以讲动为众生，你叫我动念众生，动念众生是有啦。叫我动念众生是有，这叫做自悲菩萨，伊就是大家无。所以讲，上迄自过最无自使力量，因为众生菩萨拢为着众生付出，伊根本无伊家己，无伊家己就无问题，无问题。像迄自使力最大讲到平平。啊，若自使会有分咯，自使分有啥物样分？因为你即只自破壳老牛，有老牛都无分。所以自过最无分，就是修无老法，无老法就是无为的这子。所以要过你人，咱即只自，你即只自一定要修无老法，无老法就是无为。无分遮，啊，若是有老法，有老法就是咧老牛。自使过有分遮就是老牛，有老牛即只船驶到半中半，然后顶船，会顶船咯。所以讲，无七者意思就是，像咱自使无分遮，自卑就是无。所以讲咱咧学的是讲悲行，悲行较歹个，悲行就是咱啊。消冤解决上解紧的，上解初步的功夫叫做悲行。悲行就是，我哋后生叫罗河了，罗河了，哦，伊就修行第一。那么所谓神通第一、受法第一、解空第一、平等第一，啥物第一？这第一，伊拢总爱修悲行第一，因为悲行的拄迄个解救，悲行的拄解救，为什么讲？罗河了翻过来，翻做咱的华语叫做佛界，伊的名罗河了翻过来叫做佛界宗，伊的名叫佛界宗。啊，所以讲就是要修这个佛界宗，甲修体育会神通的第一，受法的第一，平等的第一，这样的要求。那迄个佛界宗有个跳会，拢无这样。所以我哋时代弟子第一思维，就是要修习。悲行就是无为，然后是迄个因果，一个